仔仔都有氣有力嘅喎。阿仔仔射箭嘅啫嘛。好，我準備好，準備1、2、3，開始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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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破呢個講法，呢個真係破法嚟講，好你出晒食奶嘅力啊！嗱，只要個紅線咧過咗就得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好啦，導演，你講邊度贏？仔仔贏。咦，導演唔係講互相手贏佢嘅咩？我其實我嘅雞肉係假嘅。唔係，你雞肉係假嘅，咁你嘅牛肉係真嘅。你就係嗰啲係雞肉嚟嘅，雞肉係假嘅。你很中意澄清一下，肚子太餓了。剛才在後面吃幾個沙爹10個啦，食到雞肉沙爹，所以諗起我嘅雞肉係啦。不過 OK 嘅，雞肉低脂肪啊，依然啲雞肉就係真㗎啦，大家做到好，咁啊，即係勝出係呢一組啦。